腐，4、50斤鲜牛奶才能出1斤黄油。这麻花拿到早市场卖，你卖多少钱？零下40多度的天气，这牛粑粑2分钟就冻。这天气要34度，啊，冻死了，冻死了，这冻死了！这牛鼻子都冻冰了，冻死了！回家给你俩做点热乎的吃去。赶紧，哈斯，快赶紧点炉子吧。这几天又攒了盆奶脚壳，正好家里的黄油吃完了，再炕上再一锅，下锅。冻吧。熬黄油呀，可是一个考验人耐心的活，要大火转小火熬4、5个小时，在这期间要不停的搅动，要不然一不留神就糊锅了。姐，网上有人说奶豆腐麻花挺好吃，你会做吗？什么麻花奶豆腐、奶豆腐麻花、奶豆腐饼，我都满足你。你看锅回去和面。给我做点儿。我们内蒙古纯手工熬制的黄油，南方的朋友们肯定没吃过。4、50斤鲜牛奶才能出1斤黄油，所以它特别珍贵。让它醒发半小时。阿斯，快点火！好嘞。哇，这奶香味儿出来了。这里把水分彻底泡干以后才能出黄油。2、3个小时过去了，水分才蒸发这么一点，还得熬一会儿。阿斯，快点帮忙，火太大了！来，哇塞！对，好，放这上面，我调小点，等小火慢慢熬。看，已经慢慢出黄油了。加点干果肉，抓拌均匀。面醒发好了。这个我们做奶豆腐麻花。这个做奶豆腐饼。姐，黄油熬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好了。今天你这黄油熬得好哈，一点没糊，做图德正好。咱们先把白面炒熟。阿斯又在那偷了，又睡着了。好。你这做啥好吃的？你这一睡醒就找吃的啊？我没有看。酸酸甜甜的，就跟那啥似的，有点说不上来了。好吃你就是。13斤鲜牛奶才能出1斤奶豆腐，4、50斤鲜牛奶才能出1斤黄油。这麻花拿到早市场卖，你卖多少钱？黄油炸奶豆腐麻花含金量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炸好了，出锅。哇，吃大麻花太过瘾了。南方的朋友们，黄油炸奶豆腐麻花，想想都香呀！哇，这个有点火大了。小潘公主，你烙饼吧。好嘞。看着都有食欲。奶香味出来了。出锅。我先煮个清茶。哇，那死哪看？
好喝吗？好喝。先尝尝。哇，哇，太难吃了，姐。这是我们内蒙奶食文化的传承，也是牧民招待客人的茶点。酸酸甜甜的，加入牛奶，酥软香甜，黄油渣子味儿十足。南方的朋友肯定没吃过。加奶豆腐丁，加大粒盐，吃不成，油太大了，还打完了。这不比你们外面买的好吃？好吃好吃，姐的手艺绝了，营养又健康。姐，你这奶豆腐麻花绝了。来这大的，不吃了。简简单单，又是幸福的一天。干就完了。